15年時間可以將一個小朋友變成點樣？10歲握拳起勢，25歲開館傳道。我喺太極揾到嘅唔止係功夫，更係一套應對世界嘅心法。當香港人人都喺度追趕時間，我用15年嘅太極經驗喺度教緊300個學員做一件事，將快嘅能力練到穩嘅境界。喺香港，一個00後點解會選擇傳承太極呢？有人問我，年輕人學呢個有咩用啊？我嘅回答係，太極教嘅唔係慢，而係穩。喺呢個快節奏嘅城市當中，穩先係真正嘅稀缺力。參加過無數嘅比賽，開香港最年輕嘅太極館，真正嘅底氣係嚟自於15年嘅堅持。每日6點起勢記陽光同埋晨光。太極唔係遙遠嘅傳說，亦唔係老年人嘅專屬，佢係我哋每日實行嘅生活哲學，亦都係300家香港學員嘅選擇。如果你都想喺動靜之間揾返身心嘅平衡點，我喺香港等你一齊起勢。